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今仔各地天气拢正热热，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天气个变革无介稳定，中北部会开始落雨，拜六礼拜全台湾拢有雨水。美国联准会又过升利息一码，造成美国股市甲美金大落。台湾股市伫台积电的带动，盘中是起到9个月来的新高。桃园滨镇的定兴里，最近有民众看到一只人形出入已经伫要半个月了，或者是个还未抓到。新闻一开始来看，锋面接近，所以明仔载开始哦，中部以北会开始落雨。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增强，华南分雨系会往东平线，所以全台湾就拢有机会落雨。已经真久无落雨的南部嘛，应该会有雨水，会当淡薄仔改善可旱的状况。日头正险，台北市科教馆早起11点的温度有到摄氏33.3度。阳光自拜五开始，微弱方面通过了，中部以北会开始变天，温度会降5度，也阁会落雨。自拜六开始，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同时华南的分雨系向东平线，可能全台湾拢会落雨。马祖周4、周5可能有一些雷雨的几率，但是到了周6、周日的话，其实各地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气象专家分析，目前综合欧洲的模式，会当看到礼拜开始，全台湾是规片红光光，落雨区将会自北部一直向南平，差不多包括规个台湾。南部地区也可能伫个礼拜到后礼拜日有第一波的降雨，所以伫咧3月底。也有机会有第2波的春雨来，小可消透南部欠水的情形。30甲3月开始哦，水气阁刷入来，所以高雄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雨。4月初即天是台中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一寡所在会落雨啦。后礼拜2、2八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中部以南将会转做好天。专家提醒讲，虽然伫这个有2波的春雨，也毋过4月到5月中。大环境来看，也是不利降雨，提醒大家也是要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3月20开始哦，武汉肺炎的轻症就唔免隔离，嘛唔免通报。指挥中心公布，今仔国内是增加97个中重症，有40个人死亡。今仔嘛先增加2个囡仔，24个重症，这2个囡仔拢无注疫苗。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大家也会关心说，那未来我们对疫情的监测，那又是怎么做？第一个是说，我们用这个确诊的并发症，也就是中重症的这个通报，那我们会看这个通报的趋势。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通报的趋势去回推我们社区大概感染的这个数字。好，第二个是医疗资源使用的情形，再来就是刚刚罗副有提到的口服抗病毒药的这个开立的数字。那么另外就是住宿机构的阳性率也是可以这个回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感染状况。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这个变异株的监测，那有做 PCR 的这个检体里面我们会做定序，那看看我们现在社区变异株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会用这5个方式持续来监控我们的疫情。再来看，民进党对20开始就开放立委初选的登记，今仔嘛公布2个新的发言人，包括立委林楚英甲新北市议员邓冠廷。那也部分嘛已经决定讲，总统参选人的提名会采用定调的方式，嘛互外界认为讲是替呼声上悬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解套。也毋过朱立伦是强调讲，党本来就有责任来帮主要参选人解套，排除障碍。立营2024起稿，除了原本的新闻部主任张志豪以外，搁再公布2位新任的发言人，包括立委林楚英、甲新北市议员邓冠廷，组成一个3人的团队，强化发言系统。今天看到有媒体是用所谓战斗团队来形容我们，未来接下来的每一次的发言，我们都是真凭实据，但是最快速的回应民众的需求。我的手机是24小时不关机的，所以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给我。总统立委大选气氛渐渐变高，民进党进入战斗模式。立法院长游锡堃伫广播节目专访表示，每个争取无分区的立委，嘛讲到去年9号伊败选是民进党无够谦虚，面对总统大选爱记架势。那也部分决定总统参选人提名的方式会用定调，嘛洪讲是要替声势上悬，但是卡伫个新北市长任期的侯友宜来开路。无党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有机会。党本来就有责任来为我们主要
要的候选人排除障碍，争取支持。我作为党主席，能够帮我们主要候选人解套，或者能够帮我们主要候选人排除任何障碍，能够减少任何争议，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不变的初心，不变的责任，不追求职位，追求的是定位，让人民期待贵和礼敬。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确定要用定调，表态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表示遗憾，讲国民党连初选都唔敢办，甲立赢早就决定要互赖清德来参选比起来，国民党挑战还阁真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甲洪都拉斯的邦交，恐惊有变化。有风声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一上任，就向中国提出60亿美金的提案，又搁要求台湾提供24亿美金的援助。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目前的状况确实无介好，也毋过咱会拍拼到最后一刻。外国媒体嘛指出讲，洪都拉斯的访问团已经去到中国，有可能会选伫总统蔡英文去中美洲访问的时宣布建交。我想那个情况并不是很好。那对方有跟我们提出高价的这个所求。那由于我们不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承认台方邦交状况确实是无好。外交部长吴钊燮23到立法院进行报告，谈讲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一上任就向中国提出60亿美金的提案，同时用名义嘴巴顶名义。对台湾要求超过24亿美金的资金援助，不过不愿意协商，这明显是算两面手法。甲洪都拉斯外长最近对我讲，台湾无援助的讲法是无同。关于这一方面事实终于会厘清的。那有关于洪国的状况，中国介入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吴钊燮强调，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不过外国媒体讲，洪都拉斯外长雷希纳已经带国会议员等第三团去中国商谈，可能会紧接咱总统蔡英文离港出国访问时阵，宣布甲中国建交。吴钊燮讲，相关状况咱拢有掌握。如果在过程里面被断交，那会涉及到就是你蔡总统在飞机上还是在国外要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吴钊燮讲。总统这边出国访问无去洪都拉斯，原因之一就包括洪都拉斯对资金的要求。这摆状况看起来时间点唔是巧合，可能是经过精心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联合作战演练已经第4天了。国军伫桃园德维渔港进行海边的反击作战，全台湾是计共有14个解放军有可能会登陆的红色沙坡啊。国军模拟解放军对海边上花。国军派出拥护战车、各分8架车来阻挡。接到命令 ，AAV7 两车突击车为登陆站出发，为桃园德维渔港伫冲岸边准备要登陆。国军是放任务，想要阻碍3台 AAV7 登陆，特种官兵搬引敌军上岸，双方开始交战。敌军突破海岸防线了后，目标伫公通国际机场，想要攻占并设立前线作战据点。陆军584旅担任守备部队，拥护战车分8架车投入城镇战，甲敌军拐入巷仔内，用火力压制，嘛出动新战车叫敌军投降。你们的先遣部队已被我军歼灭，而你们的后援补给也被我军所截断。国军设定强军为德维渔港登陆，以前瓦近实战方式进行操演。那纳入战场救护，科研官兵应变能力，嘛无去分8架车面临战损，紧急实施野战修复。要如何能够阻止攻击军？第一，在发动2栖登陆突击要能够在滩岸截击成功。第二，如果万一攻击军登陆成功的话，由于桃园机场离竹围的海滩大概只有4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必须要依靠地面部队以及呢利用这个反抓甲还有这个野战防空的这样一个单元，在周边进行部署，对于攻击军进行这样一个伏击。专家是讲，强军若突破德维渔港，加通机场降落来，对国军真不利。强军会当投入更加侪兵力，动武器运到台湾，大量入侵台北的政经中枢。所以透过操演，让官兵熟悉战场环境，战时的时阵阻挡强军进犯是真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
警方昨伫桃园的鼓山掠到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伊涉嫌改造枪支，嘛发现讲有亲像是国军武器的一寡军火哦。对查发现讲有可能是来自嘉义的新混女，也毋过国防部是强调讲军方并无枪支遗失。警方鉴定哦，初步认为应该是做甲正成的枪，毋是军中的武器。原件执行扫乌，日伫桃园市鼓山一位非法兵工厂查到真侪支改造枪械，当场佫超出好亲像各族军用步枪 T65K2， 佫大批枪支这军火，敢讲国军的武器又佫外流啊咧？已经要求各单位运用组织分层负责，由各级主管亲自清点，会同监察人员来检验，那么落实整个清点作业。预计在3月25号。会完成常备部队的清点，5月31号之前会完成全军的清点。为枪械事号对查，好亲像是嘉义新混女的，按过军方全面清点了后，国防部是讲 T65K2 拢还佫伫哩，看起来专案疑点是真侪。外界是这支枪是为倒来的？面册专业的文章有网友讲，这是伊真侪年前设计的玩具枪，因为制作的时阵有缺陷，稍微一个都看得出来。是我们是尽量做到跟真枪一样，那个消费者才会买单的。但是它上面有一个就是军方有个厂徽，我们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跟军方没有关系。是不能激发，而且是非我们国军所产制的这个国造的一个步枪。那个枪管虽然是有通，但是不能激发。那国军也在做一个清点，那初步鉴识人员认为这一把枪是操作枪。专案引起真侪关心，到底是混唔丢去，还是各族军品又搁拍无去？经过桃园市警局鉴识科的检验，认定这支枪是模拟枪，并是制式枪械。啊，毋过是毋是属有军品，也由台军方比对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又过新利息一码，嘛造成美国股市甲美金大落，影响到咱新台币嘛变大圆哦，嘛带动资金流入国内。今仔早起，台湾股市虽然一开盘是表现了无介好，也毋过伫台积电上悬起到539块，是波段新高，嘛带动电子类股做回去。盘中指数上悬是起到15882点，是最近9个月来的新高。收盘，台湾股市的指数是起0.47%，收伫15834点。美国联准会上新一轮的利率决策已经出来，确定搁再升息1码。自去年3月以来到即马，已经升息19码。虽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毋过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伫咧谈话中讲，虽然升息的脚步有较慢来，也毋过对抗通膨的路依然是困难真多。市场有照今年的降息是错误的，今年降息毋是联准会基本预期，这样造成美国规个大盘。其中，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是大盘530点。The median projection in the SEP for total PCE inflation is 3.3% for this year, 2.5% next year, and 2.1% in 2025. The process of gett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2%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is likely to be bumpy. 美国今年降息是无啥可能，也互新台币升值带动资金入来。23台北股市早盘虽然是开价震荡，也毋过伫咧台积电边行，搁再徛起咧539块的时阵，也顺势优待宽达股加电子股的强势，大盘指数快速向上升，盘中是起8点，指数上悬到15882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FED 的一个利率决策是符合市场期待之外，另外就是说美元走弱，台币走升，这个热钱是有流入的一个情形。昨天外资就大买了台股262亿，今天台积电续强，不排除就是说台币升值的情况之下，热钱持续流入，带动台股的一个上涨。联准会决策出来了，也带动亚洲的货币上强，新台币兑换美金一开盘就以30.47升达5.6分开出。在亚洲货币大幅度升值之下，美金开始出现卖盘，新台币8升2角，徛起哩30.314块，来到2月2日以来新高水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有一个高中生可能是受到老师的霸凌，所以后来自杀。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日立法院调查立委是质疑校的处理，所以提出种种的质疑。部长强调讲，教育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一定会严格来调查处理。台中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囡仔好亲像，因为和老师责骂，各方连续记告才会处分。致使学生囡仔无想要上课，到尾结束性命，也引起社会关心。教育部长潘文忠23到立法院质询，立委是质疑学校处理无妥当，批评这个老师的管教行为，敢是教育类，也是根本都是威权类。在用那种威权体制的方式讲，这是社会败类，不要跟他在一起，孤立他，让他最后走向开学不想去学校，后来走向绝路。这个事件，我们需要非常严正的去做调查哈，而且如委员这样第一时间所接触到的，跟一开始以为是学生因为情绪因为什么问题，好，我们就组了专案小组，现在就到台中市了。我问一个问题。对于学校的做法，立委是质疑讲根本就是严重违反人权，认为老师伤过头管教这种方式，也是言论对待学生囡仔会造成无好的影响，也有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哩。一天很遗憾，你一直在跟我讨论说我们有通报我们有确实通报数字出发，所以我当然要告诉你，我今天呢从数字的机制，所以我今天跟您也是从数字出发。学生辅导法你还要这样在这里争这个数字？没有，我觉得你让我们非常都在第一线辅导的人员受到冤枉。对于立委的质疑，辅导加通报机制无发挥作用，潘文忠也尽量说明，不过立委并无接受，双方差一点完结。对于发生这件危险的代志，潘文忠是讲，教育部甲台中市教育局要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一定要了解老师是不是有牵涉到不当管教，严格查办。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立陶会事件发生到今已经9冬了，有抗议的民众针对地形正义，警方用武力来赶民众提出国家赔偿，嘛有15个民众已经提出赔偿。监察院今仔嘛针对迄当时警方的执法收集证据的手段，对行政院、内政部和警政署等机关提出纠正。2014年立陶会群众运动发生到今已经要9冬啊！当时警方伫行政院用武力赶线在留民众的手段，敢有妥当，引起侪讨论。监察院经过9个委员19年的调查，第23对行政院、内政部、警政署、台北市警察局、台北地检署等等机关提出纠正，包括赶线的手段无合理、影像收集无妥当等等。相关当事人的伤势不是如警方所讲的在陈抗的现场自行跌倒，或者单纯跟远景群众推挤所产生的。可是发现这样子的搜证内容，说真的不足以去判定到底是谁动手的，因为它的距离都蛮远的，或者是不相干的画面很多。那另外有行政院本身的这个录影，那是更加的品质是并不怎么好。监察院表示，这摆的调查访谈107人，专案有25个民众求偿，有15个人得到国家的赔偿，但是警方到今只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中队长洪记2支新界。另外，警方统计民众受伤数字也无正确。民众受伤的大概有42人，是警方自行统计，要求卫福部呢就那一天送到邻近各大医院急诊处的次数人次状态，166位民众呢救护减伤人数分送到12家医院，是这个警方所说的这个3.95倍。行政院虚心受教，会务实的检讨改善。监察院要求要加强警察的法治知识、加人权素养，也要加强训练警察的情绪管理等等。行政强调集会自由是基本的权利，公务人员执行公权力要符合宪法保障，会针对问题检讨改善。记者郭文正、准佑台北报道。卫生福利部进前预告，将对伫国外取得许可医师学历学生，国内考试临床训练的办法草案哦。因为伫这草案内底无总量管制名额，和国内的许可医师是正反弹。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早起就开记者会表示讲，因的提案要求一档的实习名额袂当超过国内许可医师学生总数的1/10。保护本土牙医。政府勿该我们。为了要保障国内本土机构医生的权益，避免卫福部用任何理由加开国外学历的机构医生实习的名额，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等人共同提案，将会修改《医师法》第41条，明定伫外国的机构医生返来台湾实习的人数，不应超过国内机构的学生
总招生名额的1/10。一旦这个名额由卫福部他们可以做他们的行政上的调整的时候，那么其实本土小牙医基本上他们的保障，事实上就会被削弱。王宏美讲，国内机构系学生每年招生的名额是371位，主要就是考虑到就业市场的供需平衡。因若本土的小机构医生联名也讲，若是大量引进也未成熟的国外学历的学生，若是无公平，也甲国内机构学生抢临床的训练资源，进一步影响民众的就医品质。如果再增加名额，那么对于我们国内每年的莘莘学子和考生不公平，而且引进大量未成熟的国外学历毕业生，也会影响我们国内学生的训练品质。他本来他的实习的品质跟国人的需求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兼顾，所以我们才会在目前的机制里面是用这个逐年去核算的方式来执行。对此，卫生部回应讲，已经提出国外机构学历参加医生考试临床实作的适应训练办法草案，目前也搁伫咧预告期，将会收集各界意见，因为对立委提案要修法的部分也会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半暝，台中的警方接到报案，有一个查某人讲，伊和伊的前男朋友跟踪死了，伊嘛讲哦，伊的前任是一个通缉犯。警方嘛随出动抓人，结果嫌犯开车要落跑，警方是连开8枪，也毋过人嘛是搁落跑，有2个警察受伤哦。目前警方已经找到嫌犯的车，搁继续的抓人。逆向，右转。台中警方发现罗姓通缉犯的车辆，赶紧呼叫警方围捕。23号半暝2点，伫咧北屯区兴安路2段的巷仔内，总算拦查到车辆。警方以警棍破窗，罗姓男子假影配合，率先向加速驶倒退，造成2名员警受伤。不过，包括受伤的员警在内，有3名员警马上向车辆连开8枪，但是对方犹原逃脱。整起案件是一名女子半暝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前男友罗姓男子对伊跟踪骚扰。警方一查发现，罗男是枪炮甲毒品通缉对象，而且车辆就停在咧附近，马上出动7名员警展开围捕。加在受伤的员警拢无性命危险。车轮压伤1名员警的右脚，并造成另一名员警右手遭车辆破裂之玻璃割伤。为避免该男子造成更大伤害，本所员警共计朝该男子车轮开枪击发8枪。向挂伤的员警包扎了，已经倒转去厝休困。卡着伤的员警是经过检查，骨头闭气，需要手术转院。台中警方3点外是伫咧太原路甲宽中东路一带发现罗姓男子遗弃的车辆，目前当伫咧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伊的行踪。记者台中报道。一个对马来西亚来台南读大学的查某学生防性侵害台死，早起2审宣判，高雄高分院是维持被告死刑的判决，提督公权终身。嘛认定讲，这个姓梁的查甫人哦是义无反案，2届的鉴定拢认定讲伊的再犯率是真悬。这个大学生的妈妈伫咧知影判决了后，表示讲真感谢大家的关心。今年1月，为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出席高雄高分院辩论庭的马国女大生家属，但是当刚伫法庭靠咧讲查某囝被杀害的过程非常的痛苦，希望司法唔通互被告走过死刑。2审宣判结果嘛，伫23号出来。犯行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恐慌，那审理中也未见被告有悔意。那原审以及本院都曾将被告送再犯可能性的鉴定，那结果均认为被告的再犯可能性是高的。被告维持死刑，糟蹋其他女子未遂，还有遗弃尸体的部分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认为杀害女大生的部分1审伫咧犯罪事实的认定，还有论罪部分有冤误，所以2审是撤销改判。不过也是认定被告犯下情节上重大的罪，判伊死刑，扈走公权终身。认为说应该在实施强制性交时就有勒毙，就是有勒紧绳索的行为，而造成被害人的死亡。
合议庭认为，被告虽然讲伊无故意杀人，毋过伫咧犯案进前，就意图要侵犯另外一名女子，失败了后，佫真正家己犯罪的手法，会当讲是有预谋，犯罪了后嘛无后悔。经过二次的精神鉴定，有可能佫再犯，而且无教化的可能，维持死刑。家属无到庭来听判，只是透过文字回应，多谢关心，正义会当伸张，就无愿意加讲，专案还佫会当上诉。记者王刘婷、柯正准个报道。台南有民众看到汽车违规停伫机车等红灯的等待区向警察检举，也毋过警察却问这个民众讲，这个停车的人敢有去抓到你？你有收吗？互民众是真不满哦。另外，嘛有赛车的人让行路的人先过车路，结果警方却质疑讲伊违规并排停车开红单，互民众是感觉真冤枉。这个非劝导要件吧？违停人不在车上，这个非劝导要件吧？要开单吗？你要开单啊？那开啊。开好多单了。就红线啊。10时暗时，有民众发现台南市府前路一段路口有一台汽车违规停伫咧机车停等区。警方到场了后，煞是问检举的民众，你甲伊敢有冤仇？互这位民众质疑警察是调工无要开单。不好意思。是怎样啊？不用驱离吗？开单啊！开完单就可以继续停吗？不用驱离。好啊。有没有影响到交通？对此，环境所属的台南市离婚局出面驳回，讲绝对无办法的情形。也针对该路段取缔违规停车415件，相关稽查工作也将持续落实来执行，以维护大家用路的安全。口气是有一点点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善。是可以再改进一下，我会觉得是执法当然是必须的。环境执法因争议，也有汽车驾驶要先让过路人，说互警方认为是并排停车，要求伊紧驶过去。这也发生伫咧第2分局的辖区。2分局澄清，警方处理违停绝对无放白的情形。若处理时，执行的技巧各有应对方式，未来各会加强教育，避免误解搁发生。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政府顶礼拜引用宪法强制通过退休改革法案，针对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无信任案，最后嘛是无过关。马克宏伫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就强调讲，伊望讲年底进前会当来进行退休的改革，就算失去民心，伊嘛认为讲这是应该做的代志。另外，伫黎巴嫩嘛因为经济恶化，造成退休金求水，有几廿百个退休的安全部队的成员上街头示威抗议。法国政府顶礼拜动议宪法第49.3条，无经过国民议会表决，就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引起全国各地民众几落天来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闪过2遍无信任投票了，第一遍出面接受电视台访问，讲伊也无希望推动这项改革，因过已经无其他办法会当互各国的收支平衡。Donc oui, il n'y a pas 36 solutions si on veut que le régime soit équilibré. Il ne l'est plus. Et plus on va attendre, plus il se dégradera. Donc cette réforme, elle est nécessaire. Et je le dis aux Français, ça ne me fait pas plaisir, j'aurais voulu ne pas la faire, mais c'est pour ça aussi que j'ai pris l'engagement de la faire devant vous par le sens des responsabilités. 马克宏讲，有期要伫咧年底进行实施，也佫讲，若是因此失去人心，也愿意接受。不过，全国各地示威行动，佮加上对邮库、公共运输、甲本所成员等造成冲击的轮流罢工。造成马克宏政府面临着4年前黄家运动以来上严重的挑战。目前已经有几落工会宣布，23将会再一遍发动全国性罢工甲示威。反对党议员也批评马克宏是观察伫咧拍火。C'est un pyromane absolu. Il met le feu à ce pays, il pousse les gens dans le retranchement, il crée la colère. Il est celui qui maintenant nourrit le feu dont demain il viendra nous dire qu'il est dangereux et qu'il est l'ordre face au chaos. Mais c'est lui qui crée le chaos. C'est ça le problème, c'est qu'il est devenu. 示威民众爬过墙尾啊，想要撞入去黎巴嫩总理办公室，和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赶走。其实因是退役的安全部队的成员，因为经济状况恶化，货币一直跌，造成因的退休金变少，所以因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提高退休金。ما أنا عم نشهد أنا إصابة حرب لي شرف هيدا وسام بحمله على صدري بس بهالطبقة الفاسدة يلي سرقوا البلد حرامية البلد يلي نحن دفعنا الغالي والنفيس هول دعانا يكونوا هون
هول مكانهم تحت الارض على المشانق مزبله التاريخ مزبله التاريخ هول。联合国讲，黎巴嫩的经济崩盘已经让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困难。世界银行甚至将黎巴嫩描述做在近代全球历史上上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中国甲罗西亚会谈刚结束，也毋过哦，罗西亚是搁继续发动攻击。目前知影至少有8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嘛去巴赫姆特阵地附近来鼓励军队哦。挪威提供的8台德国製戰車，嘛已經送到基輔咯。俄羅斯的飛彈射到扎波羅熱這棟電梯，有一個查甫人頭腦毀，附近的厝邊攏驚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人都走。俄羅斯隨對烏克蘭發動新一波的攻勢，首都基輔周邊一個扎波羅熱有人傷亡。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譴責俄國對平民的攻擊，袂輸敢若禽獸共款。在咧訪視東部前線巴赫姆特鎮附近的軍事陣地，烏克蘭軍隊在這抵抗俄軍已經7個月幾啊。澤倫斯基去年12月已經來過一遍，這邊是向前線官兵表達因保衛國家的誠意，也去邊內面看受傷的士兵。根據總統辦公室發的影片，澤倫斯基在咧會場的半路，在一個加油站小可停落來，買咖啡，甲士兵做陣翕相。Не відчував би цього вже зараз. Усі вже це розуміють, і кожен російський вбивця повинен розуміти. 烏克蘭的情報部門離離講，烏克蘭軍隊在咧巴赫姆特西部的反攻，已經讓通攻這個城市主要供應路線壓力小可較小透。俄軍在咧這個攻擊優勢是慢慢在咧消失。就在烏克蘭繼續抵抗的時陣，挪威軍援的8台德國製造的巴黎坦克已經運到基輔。這是挪威在咧1月底時陣所答應的，也是根據烏克蘭所提出的需求。北約的盟友德國、波蘭、葡萄牙講將會提供烏克蘭總共48台巴黎坦克。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昨中國拄到今年上大規模的沙塵暴。有4個攏是風背山哦，路攏看袂清楚，污染的程度是超過標準的37倍外。這風背山攏是對蒙古吹來的。人口超過2100萬的北京，這幾天受沙塵暴的影響，造成水污染嚴重，空氣污染的程度也到危險的等級。北京市氣象台發布沙塵暴的不是預警。叫民眾莫到戶外運動或者是活動，一個能見度不好，塞車愛塞較慢的。地鐵裡面也是一股那個土的味道，然後出行影響可能對我來說沒有那麼大。我平時都是坐地鐵去出行，所以說這個沙塵對我來說的影響還是比較少的，只不過就是說，那個身上那個灰可能會有一些大。根據北京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的資料，22早起6點，北京懸浮微粒 PM10的濃度每立方公尺1667微克。當局講，這是今年到這麼上嚴重的沙塵暴，這個數字也是世界衛生組織規範的每立方公尺45微克的37倍外。北京在咧春天時陣，仍然受到沙塵暴的影響，工業活動增加，規個中國北邊的森林大量造樹啊，和霧霾更加嚴重。根據中國氣象局的資料，自2023透早，差不多10幾個省發黃色預警，紅色是上嚴重，過來是柑仔色、黃色加藍色。這邊21個沙塵暴是來自蒙古向中部加南部山頂東，和落了少，其還未氣流也甲山攏帶到南邊來。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傳出有一隻東非的狼熊出現在桃園邊鎮的定行里哦，有真濟民眾攏有看到這隻狼熊出入日，里長甲消防相助隊，閣有6號村的獸醫做伙掠這隻狼熊，也毋過到目前哦，嘛是閣還未掠到。動作正溜達，手指就閃過。東非狒狒出現在咧明體桂枝園，同市平鎮區定行里長吳志傑甲10位消防相助隊的隊員，一個6號村的獸醫最近要掠，驗過這隻狒狒真巧，特別只要給掠到，就佫回走去。看到時候有嚇到嗎？看到的時候很驚喜啊！我們這邊怎麼會有一隻？那時候不知道它是狒狒，以為是猴子，就是在樹上，就是樹上有狒狒，然後因為可能它叫的聲音嚇到那個狒狒吧，然後他就，結果就那個狒狒後來就嚇到就跑掉了。直接做麻醉，那其實誘捕沒辦法，因為它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們根本追不上這樣子。所以我們有帶網子啊什麼過去以後，其實沒有用。
李长讲，随着就历来工厂打广告，讲上下班爱注意大猩猩，表示这只狒狒至少伫咧历来带12天啊，怎么也未抓到。农业局讲，桃园无人登记饲狒狒，有可能是其他边界县市有人放杀外界走入来，希望饲主或者是其他知影情形的民众主动通报。本府农业局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就派遣我们林务科的动保人员跟我们动物防疫处的防疫人员前往进行捕捉。对有传讲，这只狒狒是自六和村动物园走出来，六和村否认，讲是因为有经验，愿意斗相共抓。根据林务局的统计，全台湾有登记饲狒狒的，包括台北市立动物园、六和村、寿山动物园。根据野保法的规定，若是拍无去，所有人应该家己或者是请主管机关斗相共抓。若是违反，会用处新台票1万到5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台里一个民众昨早起骑奥拜经过一间红门头工厂，熊熊累残受伤。这个骑奥拜人是指控讲，红门头车要离开的时阵，拢会洗脸啊，造成路面积水、会骨，而且会累残。市政府的环保局是表示讲，业者是按照环保的法规洗脸啊，会来要求讲，因着爱保持附近环境的打扫。一个机车骑士行驶伫咧慢车道，不过伊是通过路面的积水，了后熊熊累残，险啊载入去边仔的小货车车底，骑士跳开保掉一命，不过全身躯真侪所在拢刺伤。我有在等那个砂石车经过，有刹车，但是后面之后就是要骑过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水，然后才滑倒。意外发生第22号上午7点外，温姓民众骑车经过大理环河路一间南马空场出入口时，摔来刹车受伤。附近的民众表示，这条道路的慢车道常常发生积水，让机车族是非常惊吓。因为你看不到那个路面上是什么状况，因为它整个水是那种可能1-2公分的那种水的高度。我们为了环保，一定要洒水，因为不然有扬水嘛，环保局规定的。实际来到现场，路面因为大型的车辆被底甲空空卡卡，暗暝土厂的出入口往大片的积水，机车做通过是非常危险。伫大型车辆出厂进前，虽然有洗脸啊，不过是把积水带到路边。但是环保局表示，业者虽然依照规定来洗脸啊，不过是有改善的空间。不确定是到底是冲了太多水呢，还是外面有排水不是太好，然后造成积水的情形。清洗车辆轮胎这个部分并没有违反法定规定。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有可能是在作业上有一些可以继续再做改善的部分。台南市环保局表示，骑士刹车的原因还阁进一步厘清，不过暗暝土厂造成的积水，目前无法度来开发，不会看到业者片面积水，这个道路空空卡卡的问题，就转通知互阳光处来进行了解。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过来最近欠鸡卵哦，鸡嘛真欠，所以鸡肉嘛起价。咱来看台东哦，伫行业部落的部农族人，伊是发动甲家己大个老大人，各有新长者，伫部落家己饲鸡的计划。一个老大人哦，卖鸡卵的收入，等于是当鸡领老人年金3000外块。这鸡嘛通甲因做伴。台东延平乡红桥部落，独居的简老太太2个月前家己饲鸡计划，利用13年前互莫拉克风台土石流引起的家园饲20只鸡，逐工至少会当捡10粒鸡卵。这鸡卵卖钱，逐个月大约有3000块左右，等于加一笔老人年金。简老太太认为已经有够用啊，而且还有鸡来做伴。我不会很辛苦啊。我就一个人就跟那个鸡聊天。他一个人在家里，有时候像有这样子养这种鸡的话，他可以运动啊，他也不用去想很多啊。发起独居老人饲鸡计划的是一位有社工背景的族人陈明讲，伊发现部落少年人外流，老人独居的情况真普遍，即马阁拄到欠鸡欠卵的民生问题，所以就伫红桥部落试验互老人饲鸡，饲料甲鸡仔的租金贷款由伊提供，目前已经饲50只鸡，逐工产量大约有40粒卵，一粒卵向老人以8块收购，佮以10块卖出，计钱就作为饲料甲设备的费用。利用这个陪伴，他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面的自主，所以我们一天大概会有40颗左右，也相当就是一天大概4盒。
陈明国表示，这个市1年半了后，就爱台湾会免费提供予公所、予乡内妇幼甲老人进补，兼做公益。目前，当咧邀请洪秀村100多位独居老人甲身心障碍者家己这样计划，伊袂当大下的旧部落厝的拄定来饲，安尼部落就毋免阁烦恼欠价欠人的民生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宜兰5家清水的水门工程总经费是16亿6千万，也毋过已经流标6届了。外界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厂商讲好，要透过流标，互政府来增加预算。宜兰县最近就设一个廉政平台的会议，望讲会当透过公开透明的机制，互业者甲政府部门公开对话。宜兰县5家向东山河水尾出海口附近的清水大东门，已经有55年的历史。经过半个世纪，构造物年份真久，阁受到地动影响，主体结构受损，地方清楚改建，也毋过就算县府将总工程费为13.7亿提悬到16.6亿，有外流标。这项宜兰县所上上悬招标经BIA水利工程交代已经流标6摆。我们5节大闸门的廉政平台。它开设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行政透明、全民参与的方式，机关、厂商、民众都可以达成3赢的目的。外界咧要厂商买借围标来提悬工程款，也毋过厂商否认表示，因为这项工程爱水下作业风险伤悬，因为工程几摆流标，县府政风处、水资源处合作，要化解公部门甲业界意见无同。首创廉政平台会议，邀请各单位甲厂商发表意见，搁请检调员列席，就着公开透明机制，促成工程招标也防范不法代志。那么经过了这3个因素的主要的讨论之后。那么我们会在修改招标文件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会在3月的下旬来做第7次的一个招标。县府讲，工程流标原因除了厂商认为水下作业有一定的难度，也有欠工欠料，甲若拄着风台大雨，水药备料甲施作若受损，成本要由厂商家己吸收。未来会修改招标文件，预计月底会阁重新公告招标。宜兰教雨定会拄着饮水问题，这项防洪工程敢会当顺利完成？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因为无家己的粪扫场宜兰的焚化炉最近又阁是固定在维修，所以有一寡需要废弃物的粪扫都拢无人通收。有登照机构的粪扫已经2礼拜拢无收了，业者甲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是花莲一个登照机构已经2礼拜的粪扫无环境清运公司来收，烦恼粪扫变质影响环境，业者只会当逐工消毒，也毋过安尼无限期放落去，烦恼效果毋敢想。花莲目前有18家长照业者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机构这边所产生的垃圾是属于生活垃圾，希望县府然后议会这边能够帮忙协助处理。登照机构的需要废弃物原本是运去花莲中区的红林掩埋场，也是送去宜兰离着焚化炉烧，也毋过即马掩埋场因为饱和，离着因为细修无收，所以无位通去。也毋过第2年新建的水泥窑是排除烧需要废弃物，所以未来就算完工，登照机构的粪扫也是无所在通去。那不只是长照发生这样的问题，医院还有我们饭店业者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真的会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赶快来协调。经过协调，环保局答应暂时开放中区粪扫掩埋场紧急应变，紧急应变就可以不受含盆量的限制，所以目前事业机构跟清除业者都可以顺利的把垃圾先暂时运往中区这边做区化做处理。第2年水泥窑预计今年7月完工，伊合约只烧一般家庭粪扫，若要烧事业废弃物，有一寡敏感的物质，才会引起在地居民反弹，所以也来协调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市无啥物大型的工厂要伫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是无法度靠个人减碳，所以台北市环保局伫南港的公园设一个分散式发电的示范场所，望讲未来会当甲伊推广到徛街还是商场，目前嘛要规划相关的补助方案。日头赤夜夜，厝顶的太阳能光电棒大力来接收太阳能，离建筑物边啊，阁有风力发电设施。有风的时阵，嘛会当家己发电。若讲风甲光无拄好的时阵，会当靠建筑物外口即个氢能燃料电池。所有热电无用了，阁会当送到储能的系统，实现电力自由。长期的阴天或是下雨的时候，太阳能能量比较小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启动我们的氢能燃料电池。
台电没有供电情况下，我整个公园还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一个功效。北市环保局伫南港生态公园设置创能储能示范场域，推广分散式的发电、家己发电家己用的理念。北市无大型的工厂，但住商真密集，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市76%。环保局指出，为了要达到2050净零，欧洲、日本积极推动主体储能系统，台湾嘛应该来学习。节能可以减碳，但节能不能净零。那怎么才能够净零呢？净零一定要这个创能、储能一起做。建立这搭示范性质的创能储能的场域，成本是大约400多万。环保局表示，会当缩小规模推广到家庭、学校上班，成本嘛会降低。目前嘛咧研究相关的补助方案，将来会鼓励台北市民点头来设置。记者林志文、王兴中台北报道。来看新潮一个母语团体哦，为着要打造囡仔讲台语的环境，嘛，互囡仔感觉趣味。最近哦是带囡仔去公园野餐，互囡仔哪算哪学台语。跳跳跳跳，快点来跳跳！囡仔伫天道内底算甲真欢喜。这本来就是咱家就冷的啊，这毋是恁的厝啦。佮妈妈用台语讲故事，互囡仔听。新竹母语囡仔群日日带大家来到港南公园野餐，用轻松自然的方式，招大家做伙来学台语。婴仔还未出世之前，有想讲要拢互伊讲台语，嘿啊，因为我台语就未认得的，有想讲来遮会使学，佫会使带婴仔甲迄差不多岁数的算做伙。真正台语是咱本来的应该爱讲的话，所以真正袂用互伊失传啦。啊，伫厝家己一个人讲足寂寞的，毋过伫遮大家我做伙讲，会感觉足有勇气。主办单位过去就常常用台语讲故事的方式，互囡仔来学台语。即摆透过野餐的方式，毋但互囡仔接触大自然，而且会当哪算哪学讲台语。会晓用母语来讲，嘿啊，自然嘛会当甲即个事记起来，嘿啊，所以我感觉咱伫生活当中，就是爱尽量带囡仔去接受无共款的物件，互因知影种哦，原来有这么侪物件拢是有会当用台语讲的。透过活动，除了互囡仔会当较接讲台语，采用上自然的方式，教囡仔伫平常时就会当讲出认同的台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有锋面通过哦，所以全台湾的温度会落4度到5度。台湾的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佮有金门都会开始落雨，中部以北卖落一寡沙沙仔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